剩3分钟。你讲话哦。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聚会开始之前，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敬拜。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我们就会将我们的重担交给我们的神，因为有主的陪伴，每滴泪水都会化成祝福。那我们就一起开口来唱这首诗歌《渐进过的生命》。当我
主耶稣，相信缘福带来美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愿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主刚强，炼尽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当我再次将呼与我主，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愿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主刚强，炼尽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愿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主刚强，炼尽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纵然失恋不断，靠主刚强，炼尽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让我们学习用安静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主你能够带领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自己生命在你面前是何等的软弱，但是我们更相信，我们的生命要因为主有你的陪伴，能够带领我们走过生命当中任何的困难跟难处。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不断的炼净当中的生命，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祝福。谢谢主，再一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神，愿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
这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基督徒用奉献是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的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赏赐我们恩典智慧。当我们不足的时候，你会加添我们力量；当我们无助的时候，你会成为我们好的陪伴。我们也要将我们一点点的金钱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让这些金钱能够使用在属于你的圣工上。我们将以下我们听讲道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我们也要将我们的心灵都交托给你，让我们在聆听讲道的时候也能够思考，也能够有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炼尽过的生命哈，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不一样的试炼哈。但是我们相信，在我们软弱不足的时候，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能够让我们在黑暗当中给我们亮光，带给我们生命更多的希望跟看见。跟我们旁边的朋友哈，跟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说，我们的生命是带有盼望的。我们的生命是带有盼望的。所以牧师想要问各位哈，你是不是有去思考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委身在教会，或者是委身在家里面，委身在一个上帝所为你预备的地方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不是可以让上帝来塑造？你觉得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会慢慢被塑造？有没有？是有的。那可是在这塑造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到底我们要被塑造为什么样子的人？好，到底是一个是很有能力的，然后在外面的人很多时候他都会很有能力说，哇，他很会做什么，他很会做什么。可是当他说他很会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是上帝要的？是不是上帝愿意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我们委身在我们自己的服事合场或者是服事的家庭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属灵领袖？那这个也是牧师一直在思考，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所遇到的人环境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在澳洲一个非常，我按下一页哈，澳洲有一个非常很有影响力的教会。C3 教会的主任牧师叫菲尔平格，他在全球开拓的教会总共有500间的教会，那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兴起很多下一代的每一个年轻的领袖。那他曾经分享过一句话，他说：被上帝使用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牧师也要鼓励我们每一个大桥教会的年轻朋友，还有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及在观看我们直播的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上帝所使用的关键，不在于你可以拥有多少的钱，或者是你拥有多少的能力，而是在于你要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有很多才能，其实我们要去思想到，我们有没有常常在祷告，因为祷告太重要了。那过去以前，牧师曾经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凡事都可以自己 hold 得住的一个人。可是当我发现我车祸过后，我遇到困难，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的生命是那么的软弱，甚至我遇到很多家庭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我的下一代，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透过祷告。所以呢，这个主任牧师他曾经强调，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教会，是一个上帝要使用的关键，你必须要培养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纪律。好，如果你要做一个好学生，你一定要怎么样？要写功课嘛，对不对？可是呢，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有所谓的生命的纪律、生命的规则。一间教会一间公司的员工
如果他要让他的老板、公司的老板继续聘用，好，我们可以了解，员工他必须怎么样？要遵守公司的规定嘛，对不对？甚至呢，他必须要怎么样？准时、不迟到、不早退，态度认真，而且积极友好人员。你会发现，如果你是公司老板，这种员工要不要用？要。可是如果一个员工他如果迟到，然后容易早退，甚至呢态度也不够认真，也不够积极，我们相信他的这个纪律就不是很 OK。那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对不对？可是上帝也会有选择哦，他不是说哦你是基督徒，可是你的纪律不好，然后上帝还要用你，不可能。教会也不会用这样的人。但是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要成为一个培养属灵的纪律，一定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你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一起开口大声的说，我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好，我觉得祷告不是看感觉啦，普遍的人他们在祷告是靠感觉，但是呢，我觉得祷告是必须要靠信心，而且呢，你要有信心的习惯。什么叫信心的习惯？你在祷告当中，你要回想你祷告会不会有信心的宣告？好，还是一种主啊，我好苦啊，我好痛啊，我的心里好郁闷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祷告？有，他的心里面他所讲的话里面都很凄惨哦，而且他很苦哦，很悲伤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祷告里面是必须要在信心的里面去信心的宣告神。宣告说：“主啊，你要救我，我们相信你要成为我生命的帮助。”这种就是信心的祷告。另外一种祷告就是经历。我们祷告必须要经历，经历什么？嘉欣，你在祷告有没有经历神应许你的？有没有？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就会觉得什么？祷告没有用，对不对？好，所以呢，甚至祷告还必须要有感动。祷告不是说，只是看感觉，我今天感觉来了，我要来祷告了，不是这样。祷告不是靠感觉，祷告是必须要在灵里面感动。我知道，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知道神要带给我祝福。我这个礼拜，我发现我的孩子他们做了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他们说：“爸爸，你来带我们祷告。”他们才要睡觉。然后3个孩子，他们说：“爸爸，来，赶快，你来带我们祷告。”我非常好，我来带你们祷告。当我祷告完的时候，他们都跪着祷告完，他们说：“爸，你怎么没有说哈利路亚？”然后我说：“哦，好，哈利路亚。”然后我就哈利路亚宣告。然后哈利路亚喊完以后，泽恩、穆恩、宇恩他们说，穆恩他就说：“爸爸，你怎么没有倒下去？”我觉得在我的孩子，我相信在祷告里面，他们不知道是从哪里看到什么这个布道大会的这个祷告，所以他看到有人被属灵圣灵充满以后就倒下去。可是我觉得我在我心中，我觉得他们知道祷告是带来生命当中的变化。我不敢说对他们来讲现在会带来什么改变，可是我知道这个动作对他来讲已经要成为一个习惯，所以我必须要帮助他们，让他们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一个主题叫做扶植新一代的领袖。我要问各位，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未来你们会成为教会的领袖？会不会？会，一定会的啦。好像牧师，我现在已经40几岁了，我都觉得有一天我不可能每一次都是我在带领敬拜啊。我觉得教会一定会兴起更多愿意带领敬拜的同工勇士。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必须要委身服侍神过程当中，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当我们扶植下一代，我们也是一样，要带领他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有一些年轻朋友一直开始在进入教会，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些国中生年轻朋友，当他们有生命当中的困难需要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听他们说完他们内心当中的困难之后，牧师也鼓励我们大家一起，我们都算是这些国中生的大哥哥大姐姐，我们就带着他们说，Hello， 来，中选中南，嘉伟或者是云姐，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经历神。这就是我牧师刚刚讲到的信心的习惯的祷告。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委身在圣经里面。其实魔鬼他知道读圣经的能力，
因为他知道一个喜爱读圣经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带有能力，会带有意向，会带有从神而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魔鬼他喜欢什么样？让人分心呐、好，你去回想看看哦，读经的时候最容易分心的是什么？子安，什么事情会最让你会想要分心的？不想去看圣经的？我觉得是那个吧，有时候读到太难的字句。太难的字句。还有没有？嘉欣有没有？想睡觉？有没有？会不会想睡觉？因为都是文字。还有一些让我们急着想要去做的事，对不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我觉得魔鬼他也期待，他希望我们不要看圣经。可是我觉得一个要成为一个上帝属灵的领袖，他必须要时常看圣经。所以呢，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他曾经说过，我没有放进去哈。好，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领受福音的人，我们时常都在想，我们领受福音，然后认识了真理，然后主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然后透过读经祷告，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对不对？但是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还要做什么？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一段圣经节，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8节，我们一起来看。来，我们一起来读哈，大声来宣告，大声来念哈。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羊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36节他讲到，是用牧人和羊来比喻我们上帝跟人的关系呀。我们知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我们要了解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以前我就在想，到底我成为基督徒要做什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圣经里面，今天我们看的圣经节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他说牧羊人跟羊之间怎么样？36节说什么？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牧师真的要鼓励各位我们基督徒是有目标的哦。成为基督徒不单单只是在教会服侍神啊。所以我们一起说，我们服侍神为要吸引人来，我们服侍神为要吸引人来亲近上帝，这样懂吗？我们服侍神，对不对？敬拜，然后很多人都在听我们唱歌，对不对？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敬拜神。可是要做什么？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让人与神连结。那么，如果我们单纯只是在教会做这件事情，够不够？够不够？其实是不够的。我时常在想，我们教会的音乐、教会的敬拜、教会的诗歌，要怎么样让人的心能够透过音乐来更深的感触跟神的关系？所以每一个敬拜的人都必须要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会祷告的人，我们也不是一个会读经的人，你会发现有很多我们的行为啊，他就很自然的在阳光底下就让人家看出来啊。这个人不太好，嘉欣他不祷告不读经的，他这个人怎么在台上在那边敬拜，他所说的话也不会让人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基督徒为什么祷告那么重要？因为祷告是让上帝跟我们有所连结，所以耶稣他时常透过祷告来亲近神。所以耶稣也曾经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讲到，耶稣他本身就是真正的葡萄树。我们再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你不看圣经的人，你不知道，你也不了解，你也不常熟悉这一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们都是枝子。”我们要常常在它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时常跟这个葡萄树怎么样有所连结了。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带领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鼓励他常常来教会？要。我们其实难得关心一个国中生，关心一个年轻人，我们其实要鼓励他。这个礼拜有没有来教会啊？像我们今天有一些学生没有来，对不对？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遇到了，我们就跟他们说什么？嘉欣，你就可以关心他们。好，关心云姐，礼拜六你们去哪里？怎么没有看到你们？我们在做的事情不是在做身家调查，不是在探讨他的生活习惯在干嘛，不是。我们在做的就是帮助他了解，我们了解，你要常来哦。好，我们关心他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讲，然后常常来教会，我们就会跟耶稣、跟上帝时常连接在一块。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不常去邀请一些我们已经不常来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也不敢去怎么样去问候一个可能1-2个礼拜没有来的？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他需要连接在教会里面，但是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关怀，需要的是关心。所以今天的圣经节在36节、37节讲到，羊跟庄稼都有生命的关系。他们都是有生命的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他们都是有生命的。羊需要被牧养，但是庄稼需要怎么样？收割，对不对？它才会带来益处嘛，带来帮助嘛。所以呢，牧养跟收割，注意哦，牧师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牧养跟收割都代表的这是上帝的工作，注意哈。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在地上呢，我们在地上呢，上帝会需要人来与他同工啦。所以牧师这阵子一直在鼓励我们每一个同工了解一点，教会的目的绝非单纯的是在内部聚集办活动而已。教会不管是办任何的活动，一定要鼓励人跟福音带出福音的果效。所以，牧师邀请你们写见证，对不对？一定会问你们，这个东西里面有什么是你们的东西？这样懂我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你们看到这些东西，你们领受这些东西的教导，什么东西带给你感动？你知道我抓到我必须要怎么去学习，我也可以来这么做。但是我遇到我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所以牧者，我自己身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关怀心灵有需要的人，引导他们回到上帝的教会，甚至引导人对上帝的话产生有更深的认识。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知道牧者他们在教会必须要学习耶稣，要怎么样去带领、训练门徒。重点就是要带出下一代更多精壮的勇士。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耶稣他的一生，他如何来培植、抚育下一代的领袖。我们知道耶稣他的12个门徒，对不对？他一开始出来30岁开始传道，他呼召一群人来做他的门徒。他们是在做什么？他们的行业是什么？捕鱼嘛，他们在捕鱼啊。可是呢，耶稣基督，他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好不好？好不好？很好。但是呢，每一个人他们期待的是耶稣要救他们，他们要做王的。可是耶稣告诉他们，他怎么在用生命在教导他们。甚至让他们明白，你们的生命是未来要维护这个福音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教会牧养教会的工作的本质是什么，不是牧师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工作。这个工作跟你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这个工作，教会牧养的工作是跟你们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在牧养这些国中生的时候，牧师其实非常期待有更多年轻人。我在礼拜4的时候，在南台团契聚会的时候，跟一位姐妹跟她分享，她跟牧师讲说：“牧师，我在想说我要不要继续打工做这个工作？
其实我也知道，打工对你们现在年轻人来说，最重要就是可以解决你们经济上的困难，甚至可以补贴更多，让你们更丰盛的经济来源。可是当他问我这个时候，他说：“牧师，我需不需要继续打工？”我问他一句话，我说：“你有没有急迫性的金钱上的需要？”他说：“没有。”我说：“那如果是这样，你期待怎么做？”他问我一句话，他说：“牧师，教会有没有什么工作我可以做的？”我就说：“可是我要跟你讲一句哈，不见得有钱哦。好，没有钱哦。”他说什么？没关系。我就说：“那好，我们国中生很需要这个陪伴念书的。”他说：“哦，好，我非常乐意。”他非常开心，因为他本身可能是英文，可能是他的很多数理方面非常强，所以我也鼓励他。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教会里面，其实跟上帝交往的人，他实际上他会对人的帮助，甚至对于教会事工的需要，他会特别有爱心呐。嘉欣，你觉得你对上帝的国度的事工有没有负担？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感动，还没有很感动，没关系。牧师要鼓励你，牧师要鼓励每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领受很多神的恩典，但是神也会让我们不断的在经历当中去看见神所要给我们的学习。牧师以前我在教会里面学习到很多，成为我现在在服侍神上面的非常好的工具。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其实牧师非常时常在为他们祷告。其实我也看见他们一步一步慢慢的在进入教会，甚至他们也会将他们的影响力带给他们的朋友。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年轻朋友，牧师要鼓励各位，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其实我们要了解，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是一个赋予我们生命的重要的关键。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你无法了解你生命的丰富在哪里。好，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2章16节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生命的道要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口我没有空跑。你为上帝在做的工作，如果没有白白的空跑，意思就是没有徒劳，必须要怎么做？看一下这段圣经节，必须怎么做？将生命的道表明对，出来。没错。你必须要把你的生命的道理，你在走什么，你在做什么，你要表明出来。如果你没有表明出来，你在做的只不过是你想要做的，或者是你不想要做的事情而已。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的话不仅会赋予我们生命，他还会让我们的生命，这个人我这个吴伟院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圣经里面怎么说？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2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我们的生命，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人，对不对？是不是？你相不相信你得救了？受洗了嘛，对不对？你觉得你是一个得救的，那我们就要往前推，看圣经节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注意，上面我们前面说什么？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了。你们有没有知道了？你们都领受福音了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福音嘛，所以我接受福音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对不对？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了，你们也都站立得住了，才会进到教会嘛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而且还必须要怎样？子安，我们必须怎么做？要持守住我们所传那个保罗当时候所传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就是福音我们要持守住。
所以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我们要持守住，我们才得以成为上帝所称的义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活出上帝的话语。第三个，上帝的话还会带给我们什么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彼得前书2章2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是不是？复制到一样的。哦，我是不是贴错了？好，贴错了哈。好，没关系。应该以致得救而已，后半段没有了。后半段没有。好，所以我们亲近神，我们喜欢神的话语，是要就像那个孩子很想要喝奶一样。我最近我们的乔恩他只要喝奶的时候，他就会就会哭了。可是我看到那个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他们要吃饭要勾夹呢，赶快去吃，快去吃，不然就要骂。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饿。所以圣经里面他这句话在讲什么？在讲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语有没有像那个什么，像那个婴孩爱慕奶一样，很渴慕。我想要渴慕神的话语，来成为我生命成长的元素。所以我们一起说，上帝的话语是我生命成长的元素。上帝的话语是我生命成长的元素。好，这个很重要。所以上帝的话是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成长。好，另外一个，上帝的话会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成圣洁。成圣的意思，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成圣了，成圣了代表是成为圣洁。圣经里面怎么说？约翰福音17章17节，我们一起来。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后面又是一样的再把它删掉好。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什么是真理？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时常遇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做错事情，然后他们就成为什么犯罪的人。有些时候他们会很内疚。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犯错的人，他们生命当中就是有内疚感。当他内疚的时候，如果你不告诉他对的事情，他下次又做错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觉得没有信心。他对他的人生，他对他所做的事情都没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我们要时常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你要教导他什么是对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遇到关怀这些年轻朋友，你要让他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基督徒，上帝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这就是真理。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理真的有些人认为说，因为它是真理，我连真理是什么都不晓得，我怎么告诉别人？那你就鼓励他做什么事？你要鼓励他做什么事？祷告，还有一个重点，我们现在在看圣经好，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看圣经？基督徒为什么要看圣经？因为圣经里面会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圣洁的生命。上帝的话还会给我们什么？给我们智慧。我们来看诗篇119篇98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所以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有很多跟我们敌对的仇敌他没有智慧，所以他习惯用许多不好的言语冲击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教导我们，他的命令教导我们，我们要比仇敌有智慧，就是要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从经文当中的解释，单纯的信息，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圣经不是单纯的信息，你们不是单纯来听牧师讲一个信息，重要是什么？重要是生命的教导。你有没有领受到你生命的教导是什么？你的生命的教导有没有帮助你试着出了这个教会之后，你开始会遵守的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学习？下一页，提摩太前书在4章13节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好，台语圣经叫着地宣读、圣经劝勉、甲教示，只直到我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我们要时常在读神的话，然后彼此劝勉，劝勉你自己，也要教导你自己，告诉别人，劝勉别人，让他明白神的话语。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富林教会富林安息日会，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召会一个很有名的创办人他曾经怀爱伦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你所需要的不是理论知识而是属灵的更新不是满足你的好奇心，而是获得一颗新的心。其实牧师真的要鼓励我们每一个年轻朋友，每次你来到教会你要想说，上帝啊，我期待我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新的心。我也期待说，嘉欣你在大学4年，可能都在台南，在大桥教会，每一次你所领受的生命就不一样，你所经历到的就不一样。我相信你的生命会带来更多的盼望。这个礼拜四这个怀爱伦他曾经说最后一句话说：你必须从上头得到新的生命，然后才能欣赏天上的事。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有很多基督徒他时常不会去想天上的事，通常在什么时候才会思想天上的事？你们知道吗？生病的时候，特别是快要死的时候，人的生命快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会去想到了，就会想到说：我的生命即将要结束，我要去哪里？我的生命有没有得救？我的生命到底上帝喜不喜悦？我的一生走过了50年、60年、70年，甚至有些更少20年，我有没有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必须要时常想，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像这个怀爱伦所说的，我们看神的话语，我们领受的福音，到底只是一个理论的知识呢，还是你生命的更新？这个礼拜四我们这个主题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带出有生命的福音，对不对？其中有一个朋友，一个大学生朋友，他就说，他在这个乌俄战争以前，他爸爸就买了股票，然后后来他爸爸因为买了股票，他们都是基督徒全家都是基督徒。后来他爸爸因为买了这个股票，就战争开始之后，结果他买的股票全部一天当中付之一炬，所以他们从有钱的家庭变到了完全没钱。对这个弟兄，我看到他脸上依然带着笑容，因为一个生命的福音跟没有生命的福音是有差别的。就好像刚刚牧师讲到这个怀爱伦，这个富林教会富林安息日会的创办人怀爱伦所说的，你必须从上头得到新的生命。如果基督徒他来到教会，他每次参加的聚会，你并没有，甚至我们自己做教会的领袖，我们都没有去告诉他你的福音，你有没有得到福音啊？你的生命有没有得到祝福啊？还是只是来到教会看到我们大家非常的开心而已呀？其实牧师真的很鼓励我们，真的要时常去思考这件事情。你必须要从上头得到新的生命，然后你才能够欣赏天上的事。我说天上的事大部分的人不会去欣赏，都在什么时候？要死的时候了，对不对？可是这是非常大的问题耶。那意思就是说什么？现在在教会里面聚会的人，如果他一直都是健康的状态下，其实说真的，我们也不常去思考天上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时常来反省，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像这个怀爱伦所说的，我们所学的圣经不单单只是一个理论知识，它必须要有属灵生命的更新带出福音的价值。他明白这段圣经节所带给我的，就像今天我们所看的，耶稣说收割庄稼的人太少了，要赶快的，我们要扶植下一代的领袖。所以牧师会鼓励嘉欣，你大学4年在我们大桥教会受装备，不单单只是服事，
我期待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领袖。回到你的花莲，你的教会，你已经变成不一样的，你是一个传福音的领袖。不管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工作领域，你都要成为传福音的工人。我也相信，不是只有4年后你才变成这样的人。如果你今天领受到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了。你可以在学校，你就可以开始做带领人传福音的工作。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期待以赛亚书6章8节，牧师没有放上去哈，我来念。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就是以赛亚先知他领受到上帝给他的启示。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能够领受这份启示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在教会建造教会、服侍神的过程当中，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的话语，再次来激励我们，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生命的智慧跟启示。在我们这世代当中，我们需要更多得救的灵魂，还未认识主你的亲人朋友，来领受认识这位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盼望跟救主。也恳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刚强壮胆的心智，更多的明白，更深的了解。主，你说收割庄稼的人太少了，我们恳求呼求主来再次差派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受主你差遣，能够在神在众人的面前，能够做一个传福音收割庄稼的工人。愿主你亲自呼召我们，带领我们在前面的道路上能够抓住这份应许跟意向，作为神你合神心意的仆人。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盼望在同一时间，我们每周6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你平安。好，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2个问题。